听众朋友好，欢迎来收听金光时尚节目。那今在节目时间里，请来教收听徐云之、黄英双大台唱的上篇台词三线，请听的人为。当八号，那让西首席把我孤影，曲项离了我左旁边，打你的木木到的舌香。那么曲项呢，当你总归是高门当八号不相信的。实在我第三才晓得个，你们的的确确个当八号，也不是遥遥无了比了好了。你当我是出名。这个真正讲理，我是没顾人家这一样么，一口曲项没本浪向个么，我的美容，你拿过别来比一比么。过壁，这正上头啊模样当中杀他个一口啊！曲项立在旁边磨墨，在让袋里看呀，看里鼻提起来杀个一口呢，咻！再见他。曲项在里茫茫，看上去乃是个硬了还。实在曲项硬，李和懂是懂，他不让隔离啊，李和互惠。我在人们当中啊，从些过世先生，再要给我一个别头，这啥个意思呢？家皮妹。人生一头个心高原来不头中身牡丹瓦工皮，谁是身为娘为一心真，据称是了叫非不透众生啊，非不透众理，这一个人呢。那娘头皮里三人工啊，西三人工一个别头，叫一月绿水，二月大白，三月白啊，三个月你们成功一个白头。一个人西子一个头嘛，叫说来嘛西来出一个白头。这位古时代的话，在现在说起来呀，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重些过世先生呢，我人们被啊给我一个铁头的，那么我姑爷娘娘的米嘛长得下来的，我那秀美两个亲啊亲子母家为美。
双眼睛活得没事。发地精呢，地精介绍要什么地，什么一地精啊，个双眼睛最神奇啊！他是狗吃两仪，神不相。两耳三鸡，人就分。姑爷娘娘面孔一上耳朵啊，遇人遇脚。那么河里那个水，我看是看为是黑，我在姑爷娘娘个欧姑，后为叫欧姑呢，叫每为八岁姑，莫为稽查姑。一为升等姑，二为偷听姑，口为称的姑，是只为叫欧姑啊。那么再和观音菩萨的身体呀，那么刚得个佛，还有啥人看见呢？不人看见，从来不人看见佛。因为礼佛是人，所以就是佛。结果宋的呀，后面的手里向，这个皇帝啊，别个做一个梦，里面梦里里向介绍看见一个人啊，擦了些黄啊，上得不得了。梦见上落精神，几百有功，地擦两起。大家们来这个上，几个人背着弓，擦两起地。俺们的个出来嘛，那个蒙着西瓜哇，也人们临敌了啊！他众人商量是勾家，这是一日蒙见上落精神的人上得不得了，一上都上了。几百有功绩，他两起3个名堂，那么众人2个梦想出来啊，是这个人啊，不是人，因为这个人呢，上不过一个对是人呢。几百有功，不必搞一个公字啊，地擦两字啊，是两字啊，这个不是人是佛，所以不是人就是佛。这个南方呢，这个佛啊，但这个还是西方来，因为啥呢？你看武当时呢，个黄个浙江上向总归有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方不阿弥陀佛，来了让西边啊。这么一个佛也不能看见，高些里啊，我个姑爷娘娘，熬过我哈子于河里那个身体啊，全部是为这个当空着，那么这个水啊，当空着我还让嘎出来这个哈，就像那让旁边看眼出，哦哟，看你我咋也哈，这个佛像我的清清爽爽。刚刚别人家下起来了，人家弄差2个，看你下起来自然夸是夸得来，用不着弄差2个，心里想家称赞，够是好哇。You
光嘛，一些些，介绍一下还是两个人，哪两个人呢？一个船队，一个龙女。哦哟，对里妈妈那睡觉在跨栏。三人我喊了，船队是同志把古人到里做工，龙女啦我水里向风个平平啊。那么古人娘娘白啊娘里咋15位了？就是讲当空受不了，不好看个啦。那么和尚么子呢？古人娘娘白啊受了礼台浪向么来得好看，不要和尚倒个礼台，倒个礼货，白要礼台个，你呀我别样就不来事个，你一样去和那和尚梳发了浪就不好。古人娘娘去什么那个梳发了，那为啥古人娘娘有委屈了啊？不个呀？白呀和礼台呀，这是受了浪生气来的出来。我那八路个礼台18倍，手背还长背骨因。后夜里推出龙女水中风行并弟弟你看我的手啊，这个嘛，就像对古人妈妈。看看，这个虽然好了，美中不足，未必不大人了还。你当我不懂讲，干嘛也讲几不来听听？啊，哥哥，弟弟，谁的不娘我的好。我是我的好了，为分地精，地精啊的确不的呀不神奇的，今这地精啊是哈讲的，我等了手机屋里向，我和夫人一人听我和人子么谁不人搞500两，地精的人光是非要启动这起的嘞，你把今这个和夫人磨好了。门上面要地精，搞要的要规则还个被动儿，一切书房里合作里向来呀，都正私底下，没也没得用，也没用掉么，地是用的么为呀特别的用。那么你们老老早早的要起来，天不亮的起来，在花园里向顶顶高个高山上立了上看啥看实出。昨天今朝天不好，太阳不出来，不用让也刮出一日。昨天太阳出那里，多对太阳看这个太阳搿双眼睛发火，眼睛们里觉着黑着，那么闭拢，2个佣人拿里一插，高山插到里书房里磨到里手的，佣人在那里都正好。莫用节目地精的别皮也皮么，该不了当人水里向当把好眼睛有闭拢，也没用人。现在我的眼睛嘛，打观音菩萨眼睛嘛，对了嘿，这对个人，俺们里地沟虚真是眼睛张开来，到对观音菩萨眼睛看不懂个心啪低下去，低下去呢哈，别孩子脚趾过了当中啊，个双眼睛看了让你神。你人对你看啊，你脸上眼睛还让对你看，你这样你想望上去看嘛，你3个这样也让对你看，这能可以看3米，
啥不能看四面呢？这个外婆饿了啦，这对南不得劲，不个主要不来，这还能看三面。这姑娘现在从女同志扎几把五个领地里回来，标得当当硬啊，硬领死了孩子啊，叫啥子还能看三面？四面法可呀？那比方路上打把到小西面小衣裳，喂呀爹，弄啥地方去？我啊！我理解你的，不来是哟。所以这还能看三面。那么恭喜弟弟呢，这还奖励噻。啊，弟弟。是哥哥。爹的弟弟了，我一个弟弟啊爹。他是还不拿来对家们也去个救兵落地金。虽然姑娘不上眼睛，像金鸡下去的上眼睛的也没有神，为守在龙人，守在莫水儿。龙女去不易，我怕去西陵不样样，人去若归。龙女的双眼睛活得蛮忽灭了，哎，再过一节浪这个手在那浪口啊，哈哈哈哈哈哈！弟弟，你看手间我的口哈，问我打哈，少讲啊哈就十头喊我。那么现在你问我哪回答了你？倘若我说，哦哟，你我这十头喊高，那是为了得个啦。搿种白虎骨头也不是两重噻。哥哥，哎，我的胃口语，胃口语找不到灵光了，胃口语妈妈说，哦哟，你倒是有理耶。那么我今朝要写点本事把你看看噻，为口语啊，口语嘛让你好一好喏，嘿嘿。也看你没问浪向个没，不比个没高的对峙起来，你无一个比啊，个比比刚没冲，比头没刀，虽然没问个不比个没高浪向把你个一句啊，个点没高对了，比头浪向。看你在杯子里向有水来，其实也是，所以那个货币造成水里向一缩，提起来，这个地头啥子破的，把到个摸鱼是干一个，那么没水嘛，滴答滴答也滴下来啊，基本是绿色，比波场去嘛，过了我做了嘛，过了个不顾应了，搿次比这个我们个没水滴答滴答滴下来嘛，滴了啥然后呢，滴了个不顾应浪向。所以我在离队了，依然不离队个下头，那个雨声啊，啊弟弟，你这是下的姑爷我好了，总要请弟弟要叮嘱众生，为我够了都了。这下头滴下来一看嘛，也好不了。一副姑爷我在没出里，滴着才是滴没是那么讲他的话。哎呀，哥哥啊，你看姑爷上水没得淋漓了。没得淋漓，哎呀不好了，哎呀都是你弟弟的不好，理来我的呀。哎，我好，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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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就算我过比个那是上头会了，下头会，啥个会？结果你会没当心好，观音菩萨面孔上恢复了。
你假使一到没事，造成姑爷娘娘面孔上擦他个灰上去是为好看了。姑爷娘娘也不是牙齿痛了，他就擦贴上膏药了了啊！也是一到没事，离得一些地些讲不该。你假使一些地些地个没得去毁了观音菩萨面孔上是观世音菩萨，也不是面孔上三个脚肚白了啊！所以会不上上头会下头会个地是功夫来的，你和西山个手帕，你个西山有身上的老夫子，我的拍么三十啊，高的和三子模子没，你家的那没本上个没事。忙真自己让一踩着呢，那么侬别推开来，当应和西山的手帕们10分之中这个6分，已经好得不得了。这个上头会个没事和尚们，那里和天上个云呢，即便举好，弟弟开了啊！我那相云后佛边，云可出一只空白人，一处个宝地去内见。人兜里想飞得来。一刹人当家空把人才个他西跳着看个一刹，姑爷娘娘在欢喜了，放出几里外走来，市里向还一处土地18里，老后生我的家会听上，我对会个没事我啥没他是用的几个嘛都是面，我那东大黑水蓝天山，我个事啊风到混混，可是里头老4个当中，那个风没动个浪头动的啦，我说想啥估计到里头上动了动，不必在不里天天制作上去。假使竹林水神迹下，无中谁岂能生？离开我的去啊！崔相看不得了，我个人本事上头噶，我总计刚进在龙江的我，可能几笔一个嘛，超不得这个海。可是我只听见别人家讲，我不应追当把好我的罪犯。哎呦，今朝一看到不记得，这个假使鼻子当把为呀！再听我的上音哈，我里才伸手指人，他们2个拿来评一评，他为比当年也真3分。这里鼻子当把为呀！结果我暂时不能再讲，这个我的为何？为何不无地在何了？这实在我打哈你，但的确我的为何呀？这个崔香为分晓得了黑了，当一个好的没到，李家上这佛姑爷让3个人不里我3张面孔嘞。观音菩萨啥面孔，你去何方去让老太太啥面孔？我大在想呢，眼睛一对指向，其他太白的已经没像。手在我里自家啥面孔，同时把观音。龙女我个崔香啥面孔？要说龙女不里我个崔香嘛，我得顶像。那么一些地方我到王庭上家都是不来他的看出来呢，说起来你拿那个龙女我得像崔香，
当然当还是弟子了嘞。但是我作心太太看出来，问问我可以枪毙一句。说起来，太太美女啊，识得几张标志面孔，把我的标志之间嘛，就像抽象上，可以还是俺枪毙一句。别个个复活，我们个话我要落一个苦了，这不要落苦个，落当阴两个字，落河不稀奇，落康熙不稀奇，我要落当阴当我了。当阴个苦落了了要苦出来吧，要让你到苦不出，这点就是本事来着。你为国地心个病，一定有些死了。哎，地心比两位小子讲，也明白。他这个龙女啊，我个吹响，龙女手里向风到新兵，介绍你那个新兵浪下去小两个字，当然两个字，小嘛小得没小，到磨皮子干头，再拿代么事个啥一啥么，无论是从代笔啥人看不出，当然。杀了你个估计落了个新兵郎呢，你也有的，我当天下也好，我当不后新又做一杀新兵，让你天下一上又是风了，我打不得的，就是这个意思啊。稍微你个看嘛就落了个新郎下，当不好个话，就说你落苦3班落5苦，看不大。哎，到了当我现在不有里向看啊，有啊，我出来当不好个话。在以前辰光，有种地主人家在手包会康龙不拿出来在康哈，别个有一桩事情我们在晓得，我个辰光别过来那种23出头模样，我你收罪啊，收罪有个一点叫乌龙高了，现在改做人民了，这个辰光个狗东西啊，还不晓得。那么就说狗东西那个老板呢，专门水货，这个是狗窝里拿得来好了。有一副大话啊，理解上也不懂，看得了苦闷，这个真不稀奇了。而且这个马仔个人啊，在非要这一副话的啊。那么个老板们怎么第二天马出也不人呀？第二次打一个10岁来马虎啊，看一脚个货嘛，就是个一副中档。这个一副中档，我顶脚趾弄开来看，就得一塌糊涂了。啊，上头呢有3个字，叫师傅头，师嘛有思想的，傅嘛一把斧头个斧，师傅头。我个啥么子呢？从水心灵，这种3个我都教会好。3家下头啊，加上你和一个条夫来一个做房，那么再和一对茶写在地上向，这个条夫呢2只手啊，当时个穷极，对准这个水浪向一进来浪看嘛，离了浪，加上你一撒夹这个底气，夹底你的啥底呢？这个夹应该自己镂空了嘿，这个一副都叫师傅的，那么一个10岁来麻了。这一幅画你嘛不能够东西那个老板什么几天呢？他想我就第一点，可你也嘛，这差的2块洋币，送你在营养币了，这2块洋。其他的些为高为1块洋币了，不光的就马不知你吧？这个马卡一口嘛，好，剩余2块洋币，莫身边莫上1块洋币，剩我支付你1块洋币。唯一块洋币嘛，我门下来付，我们包了你，但我门下来拿，没好马卡起来。那么个老板子呢，一到腰里向，年纪在2手冬季活个了，衣服就厚了啊，拿包拆开来看，这句话嘛，代表啥人别在哪里呀？啊？这门下来的一边的，那么你拿包了，年纪还有啥个把柄嘛？你一看啊，哎呀，这佛门家一定变，一啥样越为例，啥呢？这一副头啊，个条夫做啥？有里向缺少一个斧头，做啥不要斧头了？那斧头也不呢？斧头呢，怎么拿配啥呢？
这方个老百姓懂得那样子，你去都是脑子对了，弄什么了？就是把你眼里想去我一波妇女啊，他对了。哎，像俺们门家来，我们马得起什么是吧？等下对咱们家住了，这个马快来噻，但是一发扬我打得了不不利了，那么个叫我干不里面的当然也才来看，这个马卡一看嘛，这老板呀，你发扬为我别去，啊，这啥了别呢？是我昨日知道了马这句话，这个姐夫眼里向不妇女。那今朝别这个妇女了眼里向，为此一波妇女了我别的。老百姓你昂啊不懂啊你，你哪个昂讲？做啥么姐夫嘛别用妇女管，不妇女你哪做啥呢？啊，是你老百昂，这个一副的话叫师傅的话，因为这个姐夫啊，你到水浪向做啥？做好一杯茶，要进去跳下来皮要下来夸着。那么你又在到水饺肚的哪个副大媳妇对洗了个水饺屋呢？你想着哎呀一波妇女忘记他了水浪下了。那么我为日上去挪好了为日哪？假使上去挪现在可要把水浪后边这些吃他个人来上了，这些门上里挪嘛不了别人这些挪得去。所以你当起这个中间里来让两个伯父的为日上去挪了为日门家挪，把无一家师傅的话来让两个伯父的，你那把做一伯父的了，你没还去几千元呗？我要等他上啊！而且刚刚一报道啊，但是当八路个当我你哭嘞，那别说你不哭，我是没哭呀。你来让个姐夫家的我与当人两个人，我对不起怎么？他讲一来了，我个火费而且，你看你为我，那么大家为你们，这个火空气出去了，所以人不是红的是龙江菜，所以才讲一副大我。高些辰光现在当于我个服务员了，你这个服务员我们女是相对了还，当然我再张面孔，现在我好了，这终身也脱不了。啊，对对。是哥哥，谁见小弟不愿见我哈了，你方为将的我哈了不愿金发众生，为王弟弟金发众生意啊！这岁月生出来问我才终身，谁想想你那自得如终身大事，俺个妈妈好不就脱不呢呀？那现在辰光欢迎我还是多听下来，当得自己上吧。啊，哥哥，你看时光不早，我们今日在彼此再论吧。啊，时光不早，今日在彼此再论。是。哦哟，李爷家人，你当得个，在地上你也好卖呀，总归要发干净，当发好干干的呀。哈。啊，你不脱终身，好了，小弟一片痴情，为了弟弟没生到此就该做地被下哈，对比吧，后里郎乡下啥的提起个隔壁来，这隔壁个弟弟没到第一名嘛，你后毛家家是谁那个服务员上的啊？小不过是小子没到玩笑。天下之人，我为丞相，非下到此。好了，你不托终身，我是为了弟弟到此一片痴情。哎，我为了你到此去，我为丞相非下到此。好了好了，无聊啊无聊哦。哎呀，不丞相也这个了，你这样子是俺唱的有个。这不过用我还不容易的，上帝说人家不过是我在外地不来草草看起味道连着祷告的也吃上我的，最想急得不得了，面孔长得凶凶红，现在的他是忙着过一浪向一称，哎呀夫人这位使不得的啊，怎么是使不得的呀？谁记得到是周正丞相上一称，请收开我一定
定将把狗子打在上去，心退退不开心。这位使不得的，一定是的。可怜个大水沉到我水浪下，水下在哪水的？我那沉来之后到水了使不得的，咁哪办法？唯这一项自家定业的神，不要紧。现在让我这姑娘搁房子上，我做个女的，娘你做个白的。让我奴家不过意，奴家王天上不来讨讨看，我到讨讨讲明白。说起来，这行上这行都有个事情，我这里3天了不意思个，李长子我预定的，俺中要叫我托重视，我实在没办法想，不理好得结婚不成，所以过些辰光奴自己不过意，不能来讨讨看，讨你在贫民窟，搿桩事体还是你对，还是我对，讨总归帮我不记得帮你了。这样一走离离嘛，不要紧。哥哥既如此，但是你把姑爷拿在房，听知道你太夫人不开闭了。啊！你要拿大房听最大不小亏事了。不理也那么推想，对。哎呀，我人真正也可以忙的。这两个小了啦，真正的不顾人拿大房听浪不来他后劲，我还要吃3个。实际上，我为吹响3些的走，你大概打来作用呢？你为是吹响3些了那个没好，要听懂些高发白官，根本哪办法谁他哩？谁他们都一弄下，这中大的谁子啊，他有办法的。哦哟，拿过比生意拿起来，怎么的呢？让我来第一手死了啦嘛，一家实际。我为吹响4个字，每一个字上头搞3个字，3是12个字了，3为写一眼，3写的字每一个字下头搞3个字，3是12个字，一共搞24个字了，像3为写一眼。遗憾那个写书没还不像个，像啥？像这个笔头发个笔记上一上，应当叫笔记书。我是让你搞相本符，为是让你搞房说房，崔是让你搞遗构体，相是让你搞这个坟墓戏，三是我的搞家务手，四是我的搞耳毛，但是我的搞烂臭豆，四是我的搞中正狗。厉害了！不晓得，你起来总归一大年了。相本符我谁家不收，房说房为先儿莫一狗体体带来臭豆粉，莫西厢吃中正狗，你晓得呀？也里到2个里晓得碗口嘛，这个8个字啊，口得整个为西厢3下单词。嘿嘿，北大叔叔嘛，你过来只看皮的真样是，谁想看你老小，不知要点啥么子过去看。重新再举过来，对不过一老乡一毛嘛，呼咻，这对大的，不离这样一下来，根本看不出，啥是明星的。哥哥，最近喊你啊，为是金他终身嘛，哥们，去向回来了！哎呀，一口去向，去他后啊，去向。是太太，我也不言口人我好非，不言我好娘。因他将不言亲大房天待我不开，是我爱哥哥，把不言亲大房天太夫人不开。是。那些姑子老婆姑爷就好，都明来他们争取。老眼睛在子的啦，就是讲一来，我晓得这样病了啦，也唱得来。老婆姑爷比波为的像一方，
那么子个水啊，出手时，这大棒子也打打瓜子的，我们过去走东儿呀，你来他不来听我，嘿嘿。天车风人儿样样谁起来？人的孤人菩萨离道而佛，告诉把你拉到做里做。现在是伯伯，我们一同人的孤人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旁边娘娘是想不那么老的，爹爹兄看看，我是难晓得，那个不孤人不大为人结婚。过去辰光，他归家立起来，这还立起来。阿弥陀佛。去向是太太。与我哎，两人将这副孤人走开，陪我过开。是。哇哎，哥哥。去向，把孤人走开。啊，我打那个说事方面一对了，上当。来，拿把孤人一开来，天台夫人走呀。现在呀，是伯伯，我们一同过开呀。哎，是。这个把孤人一看。夫人，举目西不真，童儿必发公如心。童儿啊，你我的孩子。十几路家的深水里，他是那样子中灵。所以娘娘啦，6岁真的马屁股是讲我的孩子哩，这副孤人他与比，他比那龙。当初李龙面先生我孤人，我挂的高日子的，你看口嗨么？是，娘娘想当路也看。我阿哥不是丈夫好主家，离我孤人是出名的了，要500两银子的来，现在他那个地也好不来。看，这副孤人咋比我的呢哈？对娘娘当初是的人这个不孤人一看，哈，哎呀，那孤人菩萨个啥面孔我晓得了，啥地方可见些过？抬起头来对付他，他一看没吃色。哎呀，孤人菩萨我个来操张面孔来了，一看手才没有一丝光的，我别兄自高玩。龙女我个吹响，哎呦阿哥啊，那个对着你到哪里哇？为是你对到了，现在要好好来那里。公公啊，你在这孤人高人我的很啊，好啊！哎呀，公公，你呀细细的观看你看那你不话来紧着心，我们并把手真你看呀！啊，那我都难害的了，难了。听我讲说个，你看我的脉，鬓角个这个头发一根一根梳在身上，我也细细呆呆看，细细呆呆看，看观音菩萨上面孔越看越熟呀，我认得。好个一来嘛，当发火啊！旁边个吹下来凤飞啊，浪对了啥事体了对呢？当然带着姐妹看看，这张面孔不要看出来，来。我吹下上去对了，我为吹下最先带直接看出来。
海拉多种绿白多个色，真这样来了啊！哎呀，傻屌，他好像把古音说话懂啊，比我古音对吧？哎呀，那古音不上个面得个讲，你这样，好高夫人能秘书，哪的你秘书的啦？哦，想到这。我啊，相信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梦里已经牺牲把我看了啦。哦，想到这，一天打礼拜的个，我昨日夜里啊做个梦，观音菩萨帮我去把姊妹，但是，那他昨日是这个梦干出来，三更天么叫上你娘来一个不对了啦，叫娘不对做梦啊，你这呀。梦中上记我故人，哎呦，那个老头是对莫过的，大家说梦里里看见的，他那是就是那自个哦。梦中人是画中人，画中人是他男女神。那么个不会功德，不累了呀，不累听听啊！